拖多幾次啊？波衫啊！8秒進攻，1號3分炒，91進攻籃板，912分入。我係炒球出聲嚟，大佬，喂，同氣，41 3分炒。1號防，冇啊，等埋啊！6號3分炒，又要俾多3道水啊！喂，叫佢包埋3倍。阿聰，使你，裏邊唔使你，需要你。8秒進攻，9號2分炒，7號防守籃板。阿聰要你，1號3分炒，9號防板。好，收到。阿少哥，收到。佢揸雞㗎，有水嚟啊，師兄。好喎。啱啱。唔係 ，sorry 啊，sorry。好咩飛一飛嘅？好咩飛一飛？我心諗，我都嚇咗一下。大家 MD 人先你。唔係啊，我諗住，我啲聽你嗌太波，人入波嗌太波啊。好似未加分。係啊，第一陣。大佬嘅。馬上急！你個波你。係啊。揾埋嚟佬。俾曬，馬上，慢慢嚟。而家真係啦，冇分啦。係。白色。嚟佬嘅，我等你話仔唔生氣。係，阿聰出翻去。唔緊要，好波。嚟佬唔使理佢啦，俾馬仔這個啊。13秒。阿聰望住自己一個，齊晒啦！馬仔呢個唔使咁出。2分啊！你出去啊！搞你啊！係你仲有13秒啫。黑色18，sorry。8秒進攻。24偷嘅。好。攞住先啦，唔好停波。33 3分。喂，手波出多啲聲。跟出馬仔。
18號2分炒。1號防3人板。衝預備防波。7號2分炒，18號防3人板。過嚟啊！每人1萬。你嚇親我，大家走。冇。嚟到上去16唔係86 3分炒。換人嘅。手波打後邊，仲要打裏邊啊！阿巴出嚟，阿巴打出嚟啱晒。阿巴企後邊啊！企後邊。3打球。問下紅旗，翻咗先紅旗。啱晒吧，唔使唔出。喂，係好波，馬仔齊晒。8秒進攻。齊晒。舉手得啦，夠啦，夠啦。舉手。9號2分炒，7號防3人板。唔急馬仔，唔急。阿班你哋個位，阿班預備你個位。打，得。係有53 3分炒。24防3人板。24 2分入。53 3分炒。sorry， 唔係92。再試下呢隻41。去啦92 2分炒，冇人錯。8號 turnover。快！我出嚟㗎啦！慢嚟。咩多啊？嚟佬嘅，抵啊！8秒進攻。41 3分炒，7號防3人板。快預備企定先，攞埋馬仔入啦！係，走啦！7號2分炒。好。冇人入。係犯規嚟。邊個隊呢邊？黑色有91咁。阿巴九啱晒，馬仔上咗，舉手。我應該再問佢，記住先。唔落手啦，啱，白色90秒，啱。3分嚟。我知你講咩啦？係90。8號3分炒，24防板。41
三分炒打晒廿秒。8號防三人板。一球。俾㗎，幫手俾佢。8秒。53。